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。第一段圣经记载自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30节到32节，和合本圣经新约部分59页。马可福音第4章30节到32节。佮讲上帝国，你要怎样来批评伊？也是用什么譬喻表明伊啊？是亲像一粒挂菜籽压落地，虽然比地上100项的种子较细粒，但是已经压落去，就发生渐渐较大。伫隆重的菜色，佮发出大的枝，滴到空中的空中的鸟，会晓伊的叶。佮来看第2段的圣经节，记载伫马太福音第9章第17节，和合本圣经新约部分第15页。马太福音第9章17节，人也无用新酒装伫旧批笼，若是有，就笼离酒漏，笼也煞歹，独有用新酒装伫新批笼。就2项拢保全。以上，这是咱要请本堂小会议长蔡牧师来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上帝国的4命力。上帝国的4命力。赶快，咱阁来宣告好了哈，一切拢会真顺利，祈祷就会当。你用信心的宣告，上帝的确正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用丰盛的生命放伫阮逐人的内面，也用你宝贵的话语来刻掉伫阮的心内面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囝子，阮经历到你无限的疼痛，也通过你来搁较多，互阮的生命来得到换新。祈祷靠所有生命来求，阿门。来为主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非常感谢上帝。今仔日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互咱伫新正过来，咱开始伫3月份，也是咱今仔第2次的圣礼典，咱特别为着4位的献信礼、3位的成人洗礼、2位小儿洗礼，甲3位信仰个别转接来到咱的教会，伫咱的属灵的大家庭内面，咱看见上帝恩典遮尔大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咱看见咱的主耶稣，为着咱更较明白这个奥妙的真理，伊常常伫讲道中间，伊爱用譬喻。什么是譬喻？有时咱来想到咱细汉的时阵，真爱读这个故事，咱常常读到伊索寓言这种的故事，真侪人一定都有看过。寓言就是用动物，用一物把因当作人来看。咱常讲拟人化，用人的形式来表达一个道理。譬如讲，有一只狐狸，伊看到围墙顶悬有葡萄，伊想要食，食袂到。只狐狸就甲家己讲：迄顶面的葡萄一定是酸的啦，无食嘛无要紧。这就是寓言。狐狸哪有可能会讲话啦？狐狸哪会知影伊想要去食葡萄啦？当然毋是安尼，是这个作者，伊照着狐狸，讲出人心内迄种酸葡萄的滋味啦。家己得袂到的物件，伊就讲迄个物件无好。但是咱的主耶稣，伊教导伊的门徒，伊毋是用这种的寓言，伊常常上爱用的就是譬喻。伫4本福音书内面，记载耶稣所讲的譬喻有差不多60几个。譬如，就是伫讲咱用日常的生活，咱随时随地拢看会到、摸会到、想会到这个例，
耶稣用伊来说明真理。比如讲压经济的譬如，主耶稣讲，这经济压落去，有的伫路边，有的伫真浅的石头地，有的该压伫刺皮中间，嘛有的是压落去伫好的土地。伫耶稣的时代，甚至到即马，这个所在巴勒斯坦的地区的这农夫，因都是安尼伫亚经济啊。看去99只羊的譬如，就讲到一个雇羊的人发现，伊其中有一只羊啊失迷，所以伊就放下这99只，回头出去找迄只失迷的羊。无论到伫逐所在，伊就是设法要甲伊找倒转来。这讲到一个雇羊的人，伊的自心，伊无爱一只失落，因为咱看见伫迄个所在，就是有侪雇羊的。同款，耶稣嘛讲起即个葡萄园，即个请工的譬如。这嘛去，互咱想到当时的市场，人力市场，有一阵啊无工作人，拢聚集伫一个所在，伫咧听候人来请用因。所以耶稣就是用这款随时随地，拢会当拄着，拢会当看到的生活的情景，也是当时的环境来做伊的教材，来教导遮的文道学生。这叫做譬如。其实对于福音书内面，咱会当发现，耶稣讲到福音的信息，耶稣拢讲起天国的福音、天国的真理。咱看马太福音第4章17节，安尼讲，恁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啊，恁着反悔，天国近啊。耶稣伫讲天国的福音。到23节，安尼佫讲，耶稣遍行加利利，伫因的会堂教示，宣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百姓中间逐样的症头，甲逐样的病痛。所以咱看马太福音，这个抽象马太，伊是犹太人，犹太人毋敢直接称呼神的名。所以因就讲顶面是天，所以天国。甲马可、路加福音常常用的上帝国，甚至讲天堂，其实因所讲的是同一个意思。所以耶稣每一摆拢会讲天国亲像什么什么什么，天国好譬如什么什么，来开始伊来所讨棒讲解的信息。对遮咱知耶稣用无共款的譬如，拢是伫现实生活中间，伫遐用实际例来甲咱做解说，互咱会当更较清楚明白天国的真相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30节到32节，伫遮耶稣安尼讲：上帝国，咱要安怎来比评伊啊？也是咱要用什么譬如来表明伊啊？都是亲像一粒挂菜籽，压落地，虽然比地上的100项的种子更较细粒，若是已经压落去，就发生，渐渐更较大，伫隆重的菜色，阁发出大的枝，滴到空中的鸟会晓伫的荫下。兄弟姊妹，耶稣讲这个譬如，伊就是要伫遮，互咱更较清楚知影，到底天国是甚么，天国的特色是甚么。第一项我要甲咱分享的，就是上帝国有一种成长的生命力。咱做伙讲，上帝国有一种成长的生命力。你知影？其实咱信主，特别今仔日做要洗礼、更新礼，
我感受到咱伫厝的内面，你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就是一个顶头生的婴仔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袂当永远拢是做婴仔袂大汉，因为咱的教会若是无互咱的生命不断成长，我咧讲教会就足侪婴仔啦。所以我定讲，一个无进步的教会，即内底有足侪老婴仔 ，old baby 啊。我咧讲一个囡仔婴仔出世啊，足古锥足古锥，啊毋过到3岁还阁拢婴仔，我讲做事大人烦恼啊。嘛，咱的教会拢是成长，拢是不断互咱长大成熟的一间教会。挂菜子，挂菜子。咱毋通想讲，咱咧食迄挂菜，你知道吼？迄无共物件啦。毋知即个翻译是安那？挂菜子哪有可能一个遮尔细的种子比迄个咱咧讲芝麻，迄一点仔搁较细，差不多细1/10较细啊！你若捌看过真正的挂菜子，对以色列摕来挂菜子足细粒的，伊哪有可能当变做一丛遮尔大一丛的树仔呢？伊是耶稣讲的挂菜子。这是一种的灌木，啊，一种灌木的一种的树啊啦哈，啊，伊是属于芥末类植物哈，大丛了，你知伊大丛了，会当大到差不多1层楼，甚至有的树啊大搁较悬，1-2层楼会悬的树啊，遮大丛。所以讲这个鸟啊吼，会当伫迄个所在歇伫遐有树，会当伫遐做伫这个树啊顶悬。所以你真学得想象啊！遮尔细粒的种子，谁来当变做一个遮尔大丛的树啊呢？耶稣用这个譬如，就是要说明天国好亲像挂菜子，这种的种子虽然细，但是伊内面有足大，有巨大的能量，有非常大的气力伫这个内面。这是你干那要对外表干那甲看，你真学得了解。嘛无法度明白的，所以耶稣讲天国就亲像安尼共款，有非常的大，超过你会当想象的气力伫内面。问题来啊！天国若是亲像挂菜子的生命，那呢这甲你甲我，咱有甚物款的关系吗？天国会当对细粒的种子变做大丛树啊，这真奇妙。但是这又搁安怎？亲爱兄弟姊妹。伫遮就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上帝话。咱通过读圣经，这个重点毋是干那讲你知影这个圣经原文，啊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伊咧讲甚物？啊是讲你有了解圣经内面这地理、这历史的背景，嘛毋是讲你有读过几本的注解的册。若是你无互即内底话深深拍动你。感动你，我甲你讲，这话对你来讲永远无有关联。所以，当你读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的譬如，也是内底话，你都爱定定，你爱问你家己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啦。这段经文，这个故事，这个譬如，甲我即摆生命有甚物关系也无？这段圣经，伫我读了后，对我的生活有甚物反省？我有甚物需要改变的也无？也是讲，我的人生的计划，甲上帝伫我生命中的计划有甚物出入无？有甚物需要，互我搁伫遮重新来得到改变甲调整的也无？如果咱读圣经，敢若是要问讲啊，真理是甚物？敢若增加知识了呢？这是无够呀！读圣经嘛，毋是你讲啊，我咧替某某人来读，就好亲像咱伫听牧师讲道，哦，感觉牧师讲了真好。毋过迄个人某物人若无来听，就是足可惜呀。咱毋免替别人来听道理。所有圣经是对你个人来讲话啊。所以，
若是安尼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话挂菜籽，若是无落伫你的心内，甲你拢无有甚物款的关系。耶稣强调，上帝国就亲像挂菜种种子内面有真奇妙、真伟大的气来啦。那安尼，我要问咱，挂菜籽到底伫倒位？咱来做选择啊。第一项，伫咱教会主日礼拜内面；第二，伫牧师伫长老的厝内；第三，只有基督徒才有；第四，伫你伫我的心内。答案是倒一个啊？较大声讲者无要紧啦。第四，对啦，标准答案。咱看见马太福音13章第9节，主耶稣讲：有的加落伫好的土地，结实；有的10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30倍。到19节，主耶稣嘛佫讲：既若听见天国的道理，也无晓悟的人，迄个歹的就到，将伊所压伫伊心内的种子，甲伊抢去，就是压伫路边的。所以咱注意，这个种子都要压伫你的心内。若是敢若放伫路边，伫浅土的、定土的顶悬，永远无效。这鸟啊代表魔鬼，一来唰一下就甲你夹去啊。所以挂菜籽爱放伫，爱压伫你的心内。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21节，最法利赛人，因就要来挑战耶稣，就甲伊问啊：讲耶稣啊，上帝国到底什么时阵会临到？耶稣就应伊讲：上帝国临到，毋是显然的。这句话，耶稣你甲咱讲到，上帝国临到，毋是你目睭看会到的，显然就是用目睭看会到。你嘛袂得讲上帝国伫遮，也是伫遐，因为上帝国是伫恁的心内啦。阿们吗？所以对这的圣经节，咱就知耶稣伫甲咱清楚教导讲，这个种子就是上帝话。爱压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搁一摆甲你边人讲，挂菜籽是伫你的心内。这个种子有真大的生命力，有真深的影响力，是会带予你个人，甲你四周的人，拢得到祝福，拢会当成长的。伊会当产生真大的气力，亲像主所讲的30倍、60倍、100倍啊！所以我真望咱的教会，咱嘛需要不断来成长。我定讲，咱的教会即毛500多人啊，今仔应该阁增加1倍啊，互咱的家人教会将做一个1000人的教会，安尼好无？因为我感觉你只有一个更较大影响力。徛伫这个这么大的通市内面，伫这么要紧的这个所在，嘛是伫咱新德中会一直排第一名的迦南教会吼，也诚做一间模范的教会，阿免啊。所以我相信，挂在即上帝话，这个无改变的真理，伊要帮助你，放伫你的心内啦。但是，这个譬如的关键，就是在于你要用什么款的态度。来面对这个种子，就是上帝话，甲你有甚物款的关系啦？我今仔圣经另外一段的譬如，我要继续分享的，就是上帝国是具备活泼、有弹性的这个生命力哈。这弹性哈，这台语敢若讲春秋安尼哈，这有春秋哈，有真有弹性的这个生命力。所以我会甲人讲，你的生命唔好安尼死沉沉，拢未改变。吼，咱爱有活泼的生命，甲边个讲爱有活泼的生命力。所以耶稣你讲这个譬如，就是你讲新的酒，甲新的皮囊啦，新的皮袋啊，这个譬如。
马太福音第9章17节，耶稣安尼讲人也无用新酒来倒伫旧的皮囊内底，若是有，就囊会裂开，酒会流去，囊也煞歹去。独独就用新酒给倒伫新的皮囊内面，就两项拢得到保全啦。所以耶稣迄个时代啊，这个酒呢，葡萄酒呢，拢是家己做的。通常咱来甲葡萄，先用骹甲伊拿入喙去吼，然后迄个葡萄汁就会汁，安尼因为骹甲伊拿，就会甲伊就滴出来吼。因为葡萄的皮啊，有酵素，有酵素。葡萄你甲伊拿了后，这个葡萄皮酵素就淋落去伫这个葡萄汁的内面。了后，这个葡萄汁甲放伫这个皮囊，就是这个容器内底，甲伊放4天，伊就开始发酵啊。这叫做新酒，这叫做新酒。这个新酒真好啉，因为伊有葡萄汁甲酒的味。总是这个新酒爱搁甲伊放伫，拖拖还是形容一个，他可先放一个。但经过4天啊，这容器了伊安尼无够，伊爱搁甲伊落入去一个用规只羊的皮所做的皮囊啦，就是皮袋啊内底，甲伊放伫这个内底，甲伊封起来，封起来了后，互葡萄汁的糖分伫皮袋内面完全的发酵，了后伊就变做酒。这个葡萄糖分伫发酵的这个过程中间，有气体哦，有气会伫内底产生，所以你这有气的时阵哦，会膨啊，会胀起来，会膨胀。所以所使用的这个皮袋啊，若是真旧的皮袋啊，你在这真旧的皮袋拢无处理过，伊就无有弹性啊。安尼无弹性就袂膨起来，袂当有春秋啊。所以这个皮袋啊，可能因为酒发酵了，气体压力伤过大，头头圣经讲就安那会裂开，会裂开。裂开了后，酒就流出来啊！所以通常呢，你知影这个有只羊做这个皮袋啊吼，伊会当用真久，会当重复来使用。但是你必须要一摆用了的时阵，爱甲洗好清气，然后用风慢慢吹互干了后，然后再搁伫伊的顶缘，搁用这个橄榄油甲伊抹，甲伊涂抹了，互这个皮袋当保持伊的什么？弹性，所以伫譬如中间你讲的这个新酒，就是新结出来、新做出来的这个酒。你知希腊文原文对这个新酒的新，甲这个新皮囊的新，是用无同款的字来表达啦。因为新的皮囊、新的皮囊，这个新，唔是代表一个是完全对头做一个新处理好的新。这个新唔是讲新做的一个皮袋啊。是表示已经重新处理过的一个皮袋啊，这甲新是无共款，所以英语通常你讲的这个新皮囊的新，伊用 fresh， 新处理好的，这甲一个顶头做一个新的迄个 new 的无共意思，所以安尼就了解啊。所以这个皮囊是经过处理，有弹性的，会当互这个新做的酒。经过膨胀的中间，照伊所需要伫遐，会当来完全成做一个真好的酒啊！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新的酒无一定要装伫一个新造的皮囊内底，最好亲像你我。其实咱伫做基督徒以前，就亲像耶稣讲的，人无法度搁重新登记到伫老母的腹肚内面，搁重生一摆，对无？尼哥底母。你问这个问题同款，因为伊已经年老啊，伊讲我哪有法度过一摆来？今仔真侪人伫伊的人生内底，伊拄着咸酸苦涩，伊的人生有足侪问题，伊嘛拄着侪困境，总是耶稣引带伊伫早暗问道理的时阵，有侪今仔日要洗礼健身的兄弟姊妹分享因的见证，互我真感动啊！那毋是因对生命、对耶稣基督有新的认捌，互伊欢喜，要来对因的生命中间完全来更新，并且因有真深的立志，
要过新的生命、新的生活。所以同款，今仔咱这个人，不管你即马几岁，你已经是一个伫耶稣基督内面新创造的人，阿们吗？所以就亲像这个批囊批地下同款，你还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、新的救入来伫你这个旧的人内面，互你成做一个全新的人啦。那安尼，你的生命内底就会当充满更新和变化，并且互你的生命充满活力，互你的生命充满营养力。毋望兄弟姊妹，你嘛成做一个新的批囊，第入去，互圣神的气力充满伫你内面，互耶稣的疼充满伫你内面，一个新创造的人。那安尼，新的酒、新的批囊，拢会当得到保全啦，阿们吗？那安尼兄弟姊妹，新的酒代表上帝国的真理。安尼，搁一摆问你，这个新的批囊到底所指的是什么呢？同款，搁用选择题，搁问一个安尼吼。第一，这个新的批囊代表教会；第二，代表牧师甲长老；第三，代表信徒；第四，代表你甲我；第五，以上逐项拢是。你感觉倒一项啊？以上这5个答案拢对啦。因为咱每一个人，我定讲，咱拢是教会。教会毋是即个建筑物啊！咱要行至50周年，昨日开会时，我知影讲，哇，咱要搁开20万，甲这油漆啦、整修啊吼，搁要来做12架，后壁12架已经袂光，还是有一寡问题？是即个也是咱外口厝顶的12架啊？外口啦吼，这要搁顶改过，所以爱开钱啊！对，这真重要。外观真好，但是更较要紧是咱的内在的生命，对无？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改变，咱的迦南教会就改变啦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耶稣意思就是上帝的真理虽然永远袂改变，但是需要使用咱这个有限的人、真微细这个人，来互耶稣大先改变，互咱将做一个有活泼、有弹性，来完成上帝伫咱的内面，互咱的迦南教会使命来达成的一间教会啊！你看耶稣传福音的3年半中间，耶稣定定甲什么款的人斗阵？耶稣是甲遐个经学士、遐个祭司、甲遐法利赛人斗阵吗？我看真少。照圣经的描写，耶稣定定甲什么人？甲遐掠鱼的人啊！甲遐抽象税吏啊，税关处的人，甲遐送香的人，艰苦人，甲遐破病的人，甲遐感觉家己真冷静有罪的人，甚至圣经描写耶稣嘛，甲这犯罪这基督的负人人做伙伫遐劝勉因的生命。路加福音5章31节，最后说安尼甲咱讲。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，这个欠用就是需要。我欠用主，有无咱圣经入？我欠用我需要主啦。我欠钱就是我需要钱嘛。我欠耶稣就是我需要耶稣啊。所以耶稣讲，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啊。若是破病的人就需要。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歹人来反悔。阿免，咱拢是有限，搁当罪人。教会毋是讲拢无问题人伫遮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无共款的问题需要面对。咱拢有咱的缺点、咱的弱点、咱的错误伫咱的中间。毋过咱无惊，因为耶稣来就是爱咱会当活转归于伊。所以咱也搁较开阔的心思。互咱有更较大的空间来接纳所有需要真理的人。我捌2摆去韩国，伫中部一个泉州有一间安提阿长老教会，我2摆去参观迄个所在。这间教会人家称作铁皮屋教会。你看这个教会呢，讲是圆形、半圆形、椭圆形哦。这个教会真长啦，伊的长度大概咱教会1倍半，这个长度搁较长。
伊真长啊，真看面真长。因为这是用美军的铁皮屋的军营给改建起来，所以这间教会是夏暖冬寒啊。热人是安尼，伫这内底热吼，所以后来因只有倒冷气。一个礼拜拢总做5场礼拜，一间教会做5场礼拜，会友大概3500个人。照讲，伊如果有开力啦，会当起新的礼拜堂啊。但是这个会友感觉讲，哇，这间教会铁皮屋吼是咱的记号啦，真公营，所以坚持着无要紧，继续用这个无真显目的这间建筑物来做因的聚会所在。这间教会伫1983年，这李东勋牧师开拓的。啊，伊这牧师啊，伊开始开拓这间教会，伊所有的头脑就是要宣教，所有的一切就是为着传福音来存在啦。所以这间教会，伊一开始就设定一个目标，所有的财务，这间教会的财务的预算中间70%拢总用伫宣教顶端，也就是拢总对外，无一项用。所以你安尼讲啊，比如我那个，若是教会收入有1000万，我请问用伫外口用偌济？700万，拢总互别人用，啊，并且用伫外口的所有宣教时间，家己只有留300万。你知影这间教会？我问因的牧师，一年的奉献，经商费的奉献，大概50亿的含票，50亿大概新台币1亿5000万啦。你知影1亿5000万摕70%，拢总摕去外口用，为着福音甲宣教来使用，只有留30%伫家己。这个安提阿长老教会派出400个宣教师，去到第70-80个国家。我看因教会有一间这个宣教馆，我甲参观啦。只要去过国家，拢有地图，有这个国家的国旗，有这个国家伫做的事工，有这个国家当地一寡衫、一个传统的物件伫遐。这个李牧师伊家己有2个后生，2个查某囝，嘛拢参与宣教。去到伫国外，有去塞浦路斯。有去阿富汗、去印尼、去柬埔寨，我看因就是安尼伫做宣教，甚至我看到台湾嘛有，我问讲因去对，因讲伊嘛派宣教师到花莲原住民部落宣教，所以毋若安尼对外、对内、对伫家己地区，伊甲咱共款嘛，真关心即个游民哈，关心遮个较弱势个肢体身心障碍遮个事工啦。所以为着有民，因阁买2台迄种会当伫洗身躯会当使用的车，吼。我做一场礼拜，我看到内底有差不多40-50架轮椅入来，内底有足侪拢身体身心障碍人伫内底做伙礼拜。我就看见这间教会，因非常注重传福音。所以我想，咱每一间教会共款，伫咱过来迎接新的50年开始的时阵。我相信咱的教会需要用福音这个大使命做咱的导向。我相信，当咱教会有更较多元的宣教的模式，一定会当满足各种对福音需要的人。因为若感受到听，我相信最多人会入来这个教会。第三，有最多转职，伫遮要来做信仰个别人，伊嘛分享。迦南教会是一个有听的教会。伫这个所在，咱需要用咱已经有的基础，搁较紧来继续发展。我相信，当咱个人、咱的家庭、咱的教会，咱会当有改变，毋是干那伫一个固定的传统的内面，就是这个培养拢无换新的中间。咱来求上帝搁一摆帮助咱，回到原来观念来得到改变，互上帝的生命会当继续伫咱的中间来成长。最后所讲。天国需要有生命力，虽然亲像一个看袂出什么款的力，这个一点点的挂菜籽，也是一个看原本已经无什么款的特别的一个培养，但是竟然会当来带入这个有影响的生命力。最后，我用这个挂菜籽会的创办人孙雅各牧师娘孙丽莲牧师娘的故事来。甲咱做分享。你知影孙牧师夫妇因来到台湾宣教，
真早就来，但是总是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因为战争的中间，逼因只好离开，一直到大战结束，1946年就民国35年7月，加拿大长老教会搁一摆册派因倒转来到台湾，这是战争了后上届头先倒转来台湾的外国宣教士，因继续因进前所领到所引出的台湾新人院。第20年的中间，将这间校扩展，成做有160个学生伫读的真正有规模的新人院，并且佫将中山北路，就是即马双连隔壁这个台泥大楼，这个原来校舍，甲伊迁徙去到伫阳明山岭头，即马这个所在。伊除了苦心经营这个校区规划新学建设以外，其实因夫妇佫用足多时间。去到伫台湾的山顶原住民部落底下做宣教。我头讲，虽然做新人院院长，但是伊经常去到伫真远的山区底下传道理、传福音，并且由牧师娘孙丽莲带着马街病院提供给因的药品、器材，作为亲自伫山地内底做医疗的宣教、义诊等等。所以到伫迄个中间，咱看见伊毋若安尼就去，佫开设真侪教会，佫为几千个原住民的兄弟姊妹伫遐甲因行洗礼。所以咱后来看见，这真正是一个20世纪的新家。所以孙丽莲牧师娘，你看见伊就创立一个会，叫做挂彩基会。挂彩基就是遮细粒，人看袂上目。但是我看见伊，就是用挂彩子的精神，用挂彩子的信心，无顾家己的健康也是危险，伊就是亲入到伫山地。后来伊佫定定去到伫乐生疗养院，伫遐为着遮个麻风病的遮个病人，遐本来甲社会隔离的人，伫迄个所在，甲因伫遐做伙，甲因加菜，做伙用餐，伫遐甲因讲道。传音圣诗，伫遐佮放电影，互因欣赏，互因有生活中间的娱乐。后来因佮发起为着乌骹病的患者伫遐义诊，免费替因开刀。这需要经费，伊佮登去到美国、加拿大，不断去共募款，来伫台湾各所在去育幼院，伫遐去伫遐设立山地医疗队。儿童之家、少年之家、中辍生之家、残障之家等等的，后来佫去做保利基督教病院，所以咱就看到讲，这其实对因来讲，对远的国外来到这个宣教士，因佮不过是一粒挂彩纸共款啊，但是因却毋是干那顾家己，会当将这个政治压伫真侪人的心内啊，最后。因就亲像这粒种子待伫土里，伊毋若一世人互台湾来使用，过身了后，伊嘛安葬伫台湾啊。你若去过台湾新人院迄个礼拜堂，车铺的边啊，迄墓园啊，有两墓园就是孙雅各牧师甲牧师娘的墓园啊，就是待伫台湾新人院校园内面啊。所以看起来是遮尔细、遮尔细的种子。但是大长起来是遮尔大长的树啊，带来真大的影响力。我相信迦南教会徛伫这个所在，你每一个属伫遮的兄弟姊妹，唔好轻看，唔好看你家己只不过是一粒细粒的挂彩纸尔。将来你要产生一个比一张足大长的，像神木、巨木遮尔大长的树啊，阿妹吗？今仔日我用耶稣的譬如。来分享上帝国的生命力。第一项，上帝国是一个会成长的生命力。种子虽然真微细，总是伊一定会成长，并且要互人来得到利益、得到祝福。这种的种子，就是伫你的心内。第二，上帝国伊是具备有活泼、有弹性的生命力。不是一成不变，不是一点拢无要改变的，是不断更新个变化。你要家己做自我的调整、自我的反省，互这个种子
就会当定睛，互伊结识做做，啊，互即个耶稣基督的听，互圣神的气力充满伫你的内面。咱讲，逐项事啊，三角来是要听上帝人得到你的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伫早起佫一摆，通过你主耶稣所互阮的即个譬如，互阮佫一摆来体会你对阮的听，你爱阮，伫阮的一生的中间，行伫合理的道路顶悬，祈祷可以。